第一章，什麼是泰國佛牌？從零開始認識佛牌。泰國佛牌泰文 Phra Krewing 是一種結合宗教信仰、神聖儀式與泰國文化的佩戴聖物。它通常鑄有佛陀、明僧、神靈或動物形象，內含祝福加持之力，被視為護身、招財、避邪的靈性工具。一、佛牌的起源。最早期佛牌起源概念，功德佛或捐奉佛製作動機。古代信徒相信造佛一尊，得福無量，但因資源有限，無法建大佛或供大金，因此轉為製作大量小佛像，捐入佛塔內藏放。材料與形式多以泥、土、草灰、藥粉、鉛、陶土等製作，體積大約是拇指大小。保存地點，這些小佛牌往往被安放於寺廟主塔內部，象徵萬佛功德或集體修福。非為佩戴，最初並不打算讓人佩戴，僅作為佛教信仰中的造像功德之一。歷史轉折，從藏佛到佩戴佛約從素可泰晚期或阿瑜陀耶早期開始，有部分出土佛因佛塔失修或遺跡翻修被發現，有信眾將其請出供奉或佩戴，並認為具有古佛之力。常見於歷史遺址出土，如帕南派也、帕洛、帕碰素噴、帕崇過等，都是屬於早期佛塔內部的納藏佛。此後開始有師傅或寺廟特別為信眾製作方便攜帶的小型佛像，加以誦經加持，作為贈與信眾的庇佑聖物。後來逐漸演變為結合宗教、藝術與個人信仰的佩戴文化，逐漸演變為現今佛牌文化。二、佛牌有鬼靈嗎？佛牌本身並非鬼神之物，而是透過誦經持咒語開光儀式注入力量。它的靈力來自三大來源：法脈加持，由高僧或師傅傳承法門，以咒語灌注能量；神聖材料，使用如寺廟聖土、佛像碎片、經粉等具靈性的材料；信眾信念，持有者的虔誠與修持亦會激活佛牌力量。三、佛牌的作用是什麼？佛牌並非只為保平安，其範疇涵蓋生活各面，避險護身，保護持有者免於車禍、災劫、邪氣，招財旺運，幫助事業、財運順利，特別是經商者常佩戴。人緣愛情，提升吸引力，增進人際或戀愛關係。正念修行，時刻提醒持有者修身養性，向善而行。四、佛牌等同拜神嗎？不少人誤以為佛牌等同神像或巫術物品，其實不然。佛牌核心為佛教修行延伸工具，其力量建立在善念、正行與師父的祝福基礎上。五、佛牌適合誰佩戴？任何性別、職業、年齡的人都可以佩戴佛牌。你不需是佛教徒，只需抱持敬畏與尊重心態。初學者可從避邪或招財類佛牌開始，逐步學習背後的文化與修辭。入門的第一步認識佛牌，不只是在找靈驗的物品，而是打開一扇了解泰國文化、宗教儀式與心靈修行的門。每一尊佛牌都像是一位無聲的導師，提醒我們時刻向善。